各位亲爱的小朋友，大家主日早安！很高兴虽然是疫情在蔓延在台湾，但是我们非常有福气透过我们传播媒体同工的协助，我们可以在网络上一起来敬拜上帝。现在，请大家一起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在台湾遇到武汉疫情蔓延的情况下，你还让我们每一个小朋友、每一个家庭都很平安有你的保守，让我们正常的生活、正常的上课。在主日当中，我们也很高兴透过网络一起可以透过礼拜跟你亲近，我们满心感谢你。我们也要感谢在医疗的第一线人员辛苦的为了防疫的工作来努力，我们才能够确得平安。我们也要献上感恩。现在我们要将今天的礼拜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主你带领我们今天早上的敬拜。这样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们。先招哥林多前书10章24节，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小朋友，你有平安伫你的心无？大家若是无感觉有惊吓的时阵，爱想起这条歌，你就有平安伫你的心咯。我有平安啊，刚好我有平安啊，刚好我有平安啊，刚好你我心。我有平安啊，刚好我有平安啊，刚好我有平安啊，刚好应伫我心。我有喜乐，我有喜乐。老师有一个真古锥的孙仔，伊的名叫阿比。有一届老师坐伊的车的时阵，阿比就甲伊妈妈吵讲，伊要唱猪屎歌。你敢知影这首歌是安怎叫猪屎歌呢？咱做伙来唱哦。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I have decided to follow Jesus. I have decided to follow Jesus. I have decided to follow Jesus. No turning back, no turning back. 十架在前头，十架在前头，世界在背后，世界在前头，世界在背后，世界在前头，世界在背后，永不回头，永不回头。The course behind me, the course before me, the word behind me, the course before me, the word before me, behind me, the course before me, the word behind me, no turning back, no turning back. 虽无人跟随，虽无人跟随，我仍要跟随。虽无人同行，我仍要跟随。虽无人同行，我仍要跟随。永不回头，
的孩子，这一季的课程主题是讲到耶稣的门徒。我们连续上了几个耶稣的门徒，你有特别记得哪一个吗？但是其实老师发觉，每一个门徒的特点都是要跟耶稣有连结，而且要常常的连结，他们就有力量持续的传福音。要记得哦，耶稣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离了耶稣，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哦。你是葡萄树，我是枝子，离开了你，我不能做什么。你是葡萄树，我是枝子，我常在你里面，你也在我里面。每一天在你里面，每一天在你里面，我的心紧靠你心才有力量来摇动。每一天在你里面，每一天在你里面，我的灵依靠你所需生灵来带领。你是葡萄树，你是葡萄树，我是枝子，离开了你，我不能做什么。你是葡萄树，我是枝子，我藏在你里面，你也在我里面。每一天在你里面，每一天在你里面，我的心紧靠你心才有力量来跳动。每一天在你里面，每一天在你里面，我的灵依靠你所需生灵来带领。每一天在你里面，每一天在你里面，每一天在你里面，我的心紧靠你心才有力量来跳动。每一天在你里面，每一天在你里面，我的灵依靠你所需生灵来带领，圣灵来带领。我的灵依靠你所需生灵来带领。这时候我们来奉献，孩子们请将你的奉献筒拿出来，用恭敬敬虔的心将奉献的金额放进去奉献筒里，等到5月10号见面的时候再带回教会，我们一起来奉献。我的只愿献予你，用出龙潭的旨意。我会再将你修赎，甘愿献你做祈求。阿门。我们低头来祷告。爱我们的父神，感谢你赐给我们平安，在没有办法来教会聚会的时候，神你的平安要与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同在。求主你保守我们每一个孩子，不论我们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神你的宝血都要遮盖我们，让我们不受到细菌跟病毒的侵害。我们的祷告不够，这时我们也要用耶稣所教导我们的主祷文一起来祷告。愿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予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去，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哦，
哦，老了。哦，老约翰啊，你是要去倒位？歹势，爱看遐呢。好，歹势。啊，人老啊吼，脚都袂堪住啦。对，大姐，我坐一下。各位小朋友，平安！各位小朋友，大家平安！好。恁敢会记得我是啥物人？对啦，就是我前一阵子有来双联主日学讲启示录的谁？老约翰啊！好，很高兴，今天又来到这边，要跟各位同学、各位孩子们一起来学习圣经的话语。我们之前呢，我们先来一起做个祷告。亲爱的上帝，谢谢你让我们透过网络、透过视讯的方式，仍然可以一起同心合意敬拜你。亲爱的上帝，求你安静我们的心，免除周遭一切的干扰，让我们的心单单仰望敬拜你。我们这样祷告都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啊？启示录不是讲完了啊？怎么老约翰又跑来啦？我知道你们双联主日学最近在讲12个门徒的故事，我就是其中的一个门徒啊，所以今天一定要我亲自来跟大家讲我的故事，好不好？做好了没？那个零食不要吃哦，现在要做礼拜哦，那个玩具放旁边哦。我看不到你，可是上帝知道你有没有专心哦，好不好？要听话。好，今天我们先来看今天的金句要教导我们什么。今天的金句记载在哥林多前书10章24节，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金句。为什么今天约翰的故事，我的故事是用这个金句呢？我讲完你们就知道啦。接下来我们再一样看一看今天我们要念的经文在哪边。今天要念的经文呢，记载在约翰福音19章17到18节，还有25到27节。经文是这样的：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到了一个地方叫做骷髅地。这个在骷髅地，在希伯来话叫做各各他。他们就在那里钉他在十字架上。站在耶稣十字架旁的有他母亲和他母亲的姐妹，并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还有另外一个玛利亚，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耶稣看到他的母亲和他所爱的门徒站在那里，就对他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带他到他自己家里去了。今天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经节。有没有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当我们念的经文当中都一直出现那门徒？其实在约翰福音这一卷书里面有很多地方，那门徒指的就是约翰我本人，好不好？好，接下来呢，我要来讲一下我怎么样跟随耶稣，然后呢，我跟随耶稣之后有什么改变，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看。先跟各位小朋友介绍一下我是谁。上个礼拜那个严巴老师好像有跟你们讲我的老哥雅各的故事，记不记得？对，雅各就是我的老哥。我们是12个门徒里面第2对兄弟档，他是哥哥，我是弟弟。另外一对就是彼得跟安德烈。我在12个门徒当中，我是最年轻的，看得出来吗？我是最年轻的，而且呢，我也是最早跟随耶稣的。在圣经里面有记载说，安德烈跟其中一位门徒是施洗约翰的介绍而认识耶稣。虽然圣经里面没有明确讲说那个门徒是约翰我，可是后来的圣经学家大概猜测，约翰其实也是施洗约翰的门徒。
有没有觉得有一点饶舌？我再量一次哦，约翰也是施洗约翰的门徒，好不好？然后呢，因为施洗约翰有教导我们说，有人子会来，所以他就告诉我说，那一位就是要来的人子耶稣，所以我就去跟随耶稣了。我是最年轻，也是最早跟随主的，而且，哇，你看我白发这样子了，胡子这么长了，我是12个门徒当中活得最久的。你知道我活到很久很久很老的时候，甚至要上台要去讲宣扬福音的时候，我走不动的时候，都还要请人帮忙抬着我扶着我上台讲。这就是我简单的介绍我。然后呢，在圣经里面你们会翻一翻，你们会找到很多卷书都有约翰2个字。对的，我在圣经里面总共有5卷的著作。第一个就是约翰福音，接下来有约翰福1书、约翰2书、约翰3书，还有最后一个是什么？对，就是前阵子你们刚学的启示录啊。这5卷书就是我写在圣经里面的著作。从这5卷书里面呢，尤其是前面讲的约翰福音，还有约翰1、2、3书，你会发现，我在这几卷书里面讲了非常非常多有关爱是什么，上帝的爱是什么。有时间，希望爸爸妈妈可以带着你们去看，好不好？这就是我的在圣经里面的著作。然后呢，就像我刚刚说的，雅各是我的老哥，我们2个一样，怎么样？还记得吗？雅各的脾气怎么样？很暴躁，我也好不到哪里去啦。我的个性也是非常的暴躁所以那个耶稣叫我们兄弟什么？还记得吗？半尼奇就是像个性暴如雷非常的火爆的人不好意思个性就是这么火爆。可是你知道我后来有很大的改变我后来人家都称为什么？爱的门徒爱的门徒。你看从一个个性这么火爆的人，到后来怎么能够成为爱的门徒？就是今天我要来跟各位小朋友一起学习的，好吧？我在12个门徒当中，跟彼得还有我老哥雅各，我们3个常常是跟耶稣最亲近的，还记得吗？我们3个有一起，当耶稣有一天到一个山上，他突然整个脸像太阳一样，衣服洁白，很洁白，旁边站着摩西，另外一边站着以利亚。我们看到那个景象，吓死了。我们3个趴在地上都不敢抬起头来，只听到有声音从天上传来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喜悦的。”从那个时候，我真的再一次的确信，我们跟着耶稣这位老师，真的是天上上帝所派下来他的真神的儿子。所以我就觉得，如果要好好的跟随他，我不能只有跟随他，只有跟着他，然后自己都没有一些改变吧，对不对？所以我看看接下来我会有什么样的改变。有一天有一个管理会堂的人叫埃鲁突然跑来跟耶稣说：“耶稣，我女儿快死了，你可以救我的女儿吗？”耶稣跟他说：“埃鲁，你的信心是很大的。”耶稣就带着我们3个要去埃鲁他家。可是当我们走到一半的时候，又突然一个人跑来说：“埃鲁，你不用去了，你的女儿已经断气了，已经死了。”小朋友，如果是你是不是会很难过？你是会说：“耶稣，那你们就不要去了，我的女儿都已经过世了。”但是埃鲁没有，埃鲁还是请耶稣，还是一样到他家去。耶稣到了他家，我们看到非常不可思议的画面。耶稣走进去，就直接走进去了，就跟埃鲁他的女儿说：“起来吧。”一个已经断气的女儿，就真的就这样坐起来，而且还可以正常的吃东西。当时我吓呆了。这位真的是真神他有让人复活的神迹的能力。再一次我觉得
我真的要紧紧跟随他。最后呢，在耶稣我们的老师耶稣要被卖的前一晚，吃完了最后的晚餐，带着我们3个到客西马尼园祷告。他一个人在那边祷告，我们3个人在旁边祷告就睡着了。哎呀，其实我们在那个地方，我们看到耶稣的祷告啊，耶稣跟他的父神说：“主啊，这个苦杯如果是可以不用喝，请你把这个苦杯移去。”老实说啊，我那个时候真的有吓到。耶稣，你不是很厉害的人吗？你是真神的儿子，你怎么会还有害怕的事情啊？哇，原来我才知道，耶稣他虽然害怕，他虽然还是会有软弱，可是他顺服父神的心意。他在祷告跟父神说：“如果这是你要我做的，我就愿意顺服。”哇，这让我虽然我在旁边打瞌睡，可是我可能还是有多少听到一点啊。我从这耶稣的身上，我学习到，哇，真的我都会有软弱，可是我有上帝可以依靠。小朋友啊，遇到害怕的事情，有谁可以依靠？旁边爸爸妈妈不在的时候，当下记得在心里面跟上帝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求你使我不害怕，求你使我勇敢，好不好？这是我学习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还有，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们在还没到客西马尼园祷告之前，耶稣带着我们12个门徒一起吃最后的晚餐。你们应该都有看过那一幅画吧？达文西画的那一幅12个门徒的画。其实呢，我告诉你们，那个时候我的位置是坐在耶稣的旁边。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我跟耶稣的关系是很亲近的。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我跟耶稣非常的亲近，从他身上学习到很多，所以慢慢的，我的个性也开始有一些不一样了。从前我是脾气很暴躁的，对不对？所以呢，在一些事情上，我也是做错了一些事情，讲错了一些话。有一天啊，在马可福音那边有记载，我跟你们在耶稣在经过一个地方，看到有人奉着耶稣的名在赶鬼。我那时候就跟耶稣说：“耶稣，那边有人奉着你的名在赶鬼，可是他不是我们的12门徒里面的其中一员，是不是要去禁止他？因为他奉你的名。”哎呀，可是耶稣说什么？耶稣说：“没关系，他做的是正确的事情，所以我们不用禁止他。”从这件事情上面，你看我一下子是不是脾气很暴躁？我马上就要叫耶稣去禁止他。可是耶稣教导我什么？耶稣教导我用爱、用宽容去包容。他们是在做正确的事情，虽然他不是我们的意愿。所以小朋友，你们也要在这件事情上学习到一些事情。就是在很多时候，或许你会觉得说：“这位同学跟我不同国，我不想跟他玩。”小朋友，你们要记得，上帝耶稣教导我们用爱、用包容。不管这个小朋友他有怎么样的状况，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就是尽量付出我们的爱去关心别人，好不好？我的眉毛老了，太长了，有一点快掉下来了，等我一下。好，然后呢，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呢，就是也是我们跟着门徒，跟着耶稣啦。不好意思，人老了常常会讲错话，多多包涵。我们门徒跟着耶稣走，经过一个村庄叫撒玛利亚村。走着，我觉得耶稣的神迹做了很多，应该很有名，大家知道我们来，应该都很热烈的欢迎我们啊。没有大家都不欢迎我们。我跟我脾气暴躁的老哥雅各非常的生气。耶稣，他们都不欢迎我们，我们从天上掉下火来烧掉他们，好不好？一讲了呢，耶稣个生气啊，搞我骂呢，你知骂啥？我来是要拯救世间人，不是要来消灭世间的人。什么意思？刚才耶稣说：“我来是要拯救世上的人，不是要消灭世上的人。”从这一件事情上面，耶稣再一次教导我们：当我们遇到一些可能不是跟我们意见不合的人，跟我们意见不同的，我们更应该用爱去
爱他们，用爱去对待他们。所以从很多的事情当中，我一再学习到耶稣用爱在教导我们。那更夸张的就是上个礼拜应该有讲的那件事情啊，就是我那老妈跟耶稣说什么，说他要当王的时候啊，要左右两边留一个官给我们兄弟做公亮俩亚松嘛是甲阮念啥？讲恁要做王的，恁要做头的，恁就爱先做落尾。听得懂吗？你要做头的，要先做末的，就是做奴婢、奴仆去服务，先去为众人服务，而不是只想要做王。很多的事情一直在改变，慢慢的跟着耶稣，我的生命有改变了。我的生命有什么改变呢？因为我看到了上帝的爱，从耶稣的各种的事情，他说的话，他做的事情，让我知道上帝他是在用爱教导我们。然后呢，所以我后来在写约翰福音，我就写了很多关于耶稣教导我们，上帝教导我们什么是真正的爱，你知道吗？到后来啊，就像我们今天经文讲的，耶稣在被钉十字架，他跟我说什么？他跟我说，这个是你的妈妈，指着他的母亲玛利亚说，这是你的妈妈。我听到这句话，我就懂耶稣的意思了。耶稣他居然把玛利亚他的母亲要拜托我照顾。小朋友，如果你要把一个很珍贵的东西拜托给一个人照顾，把你很爱的宠物委托给别人照顾，你是不是要找一个对宠物很有爱的人，你才会相信你会好好照顾它？感谢主，耶稣在最后他看到我的改变，他从我身上知道说，我不再只是以前那个雷子，那个脾气很暴躁的约翰了，我已经是一个活出爱的人。所以他把他的妈妈玛利亚交给我照顾。然后呢，还有一件事情，他算是爱，也算是勇敢。我来说给各位听，就是我们那个时候跟彼得去传福音的时候，有一次被抓，然后呢，我们那一次让一个死掉的人复活。可是我们被抓的时候，那些人说什么？你们怎么可以做这件事情呢？我们说，我们是靠着上帝的力量啊，而且我们没有说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真的是靠着上帝赐给我们的力量，让这些人复活。你知道那些抓我们的人多生气啊！他说什么？他说，对这两个讲的好像没有错呢。那我拜托你们出去外面可以不要再这样讲吗？我们怎么可以？我跟彼得就跟那些抓我们的人说，在上帝面前我们要听你的话是不对的，我们要听上帝的话才对。所以呢，我们把我们看到的，把我们听到的就讲出来。是不是？虽然我脾气很暴躁，可是当我遇到这个时候，我还是很勇敢的跟抓我的那一些人说真理，不会被他们所影响。所以小朋友，今天的故事眉毛掉了，就干脆拔下来好了。这样有没有比较年轻？有哈？有没有比较帅？有哈？好，今天的故事我们就可以知道，从我的身上有好多东西可以学习。第一个我原来脾气很暴躁，可是从跟着耶稣学习到爱。小朋友，在你的生命当中，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有没有机会去在你的同学面前表现出上帝爱你们？可以想一想，好不好？最后呢，有2个问题一样要留给你们跟爸爸妈妈一起来讨论。第一个问题，从约翰的生命当中，你们学习到了什么？第二个问题，你们愿意让神改变你什么样的缺点？好不好？这2个问题，再等一下可以跟爸爸妈妈一起讨论，不是讨论完之后就没事了呢。讨论完跟主日学老师说我们有讨论，就交功课，没有讨论完
要摆在祷告中。假如说哦，你知道严巴老师从小觉得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吗？我啊，最大的缺点就是做事情常常5分钟热度，然后呢，5分钟热度就算了，功课事情都要累积到最后一刻才要做。哎呀，这样子不 OK 啊，这样子不好，常常每次到最后就乱做，时间很短就乱做。所以啊，我发现这样子不对，所以我就在祷告中求上帝说：主啊，求你改变我这样的缺点。有改变哦，可是我告诉你们，不是那么快的。不是说我今天祷告说主啊，求你改变我的缺点，让我以后做事情一下子就可以做完，作业马上就写完。没有，上帝是有时间的，常常我慢慢的做，慢慢的做，慢慢的做，慢慢的进步。在这过程当中，老师就体验到上帝对我在我身上所做的功，让我慢慢的进步。所以小朋友，第一个，从约翰生命当中，你有没有学习到什么？第二个，你愿不愿意依靠神的力量改变你生命中的一些缺点，好不好？这2个问题，好好跟爸爸妈妈一起来讨论。好，最后呢，我们还是要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上帝，谢谢你，让我们透过约翰的故事学习到我们如何改变我们自己的缺点，也让我们透过约翰的改变，让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用爱去爱我们身边的人。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求你帮助你所爱的每一个孩子，让他们在生命当中都能得到从你而来的爱，进而去把爱传给身边的人。我们孩子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各位小朋友，讲完了，我要走了。下个礼拜一样哦，10点。记得乖乖的坐在电视前面，或者是网络前面、手机前面，好好听。下礼拜是谁啊？下礼拜会讲另外一个门徒腓力的故事，好不好 ？OK， 那我先走咯。出口是这一边是吗？拜拜，走咯，拜拜。咱即马做伙来看咱这礼拜的金句，哥林多前书第10章24节。无得求利益家己，得求利益别人。嗨，大家平安，大家平安。这个礼拜同学过得快乐吗？有没有碰到什么困难？或是好期待每星期1次的儿童主日学线上直播？哇！但是这些答案们，老师们都不知道所以。同学们，要不要给老师们一个回应啊？那要怎么做呢？有同学说好，那我要来回答讨论的问题。不错。心怡老师，我们这个星期要讨论什么问题呀？还记得吗？我们现在先一起来读今天我们要和爸爸妈妈分享的讨论的题目。亲爱的孩子，让我们一起来念今天的题目。从约翰的生命中，我们学到什么？2. 愿意让神改变你的什么缺点？透过今天的信息，我们都知道，约翰原本是个脾气暴躁又没有爱心的人，但是他透过主耶稣的调教，成为主所爱的使徒。孩子们，相信我们只要把我们的生命交在主耶稣的手中，我们也能像约翰一样，有主的样式，成为大众的榜样哦。哇，这个礼拜的问题好棒哦。但是有的小朋友说，老师，我不晓得怎么回答呢。但是呢，我有做了我自己的奉献桶哦，而且我每个礼拜都有奉献哦。很不错哦。又有小朋友说，老师，我想多认识一点约翰呢。约翰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啊？那你可以每天读圣经，而且可以写我们每日读经哦，这些都可以。然后有些小朋友说，老师，但是我这些我都不会呢。
我想到了，我想跟约翰讲一句话。哦，好，我不要跟你讲，我要跟约翰讲一句话。然后呢，会画画，我很会画画，我要把约翰画下来。哇，这也很棒哦。对，最棒的是小朋友说，老师，我每个礼拜天我都有准时收看线上直播哦。哇，拍拍手，跟他拍拍手。好，那这些回忆呢，请同学们，你一定要，不管是一句话、一张图片、一个照片，请你上传到班上的群组，让老师们知道好吗？我们很期待哦。那接下来我们要结束了吗？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我们要带孩子，我们一起现在来领受上帝的祝福。现在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孩子感谢你的恩典，在这个严峻的疫情当中，你带领我们安然的度过，并且有机会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一同来敬拜你，恳求天父的怜悯拯救我们，让我们早日脱离这样的疫情，回归到正常的生活。亲爱的天父，孩子今日也在课程中学习到使徒约翰，他甘心乐意为主见证，他也改变他原本暴躁的脾气，来实践耶稣爱世人的样式，来传扬福音。求主是给我们有这样的看见，爱人如己，实践在生活上，成为主你所喜悦的儿女。也愿主耶稣的慈爱与大家同在，特别在这样的疫情当中，更能得到主你的保守眷顾。你有保有身体健康，孩子们的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